係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頻道。今日我哋唔講鬼故，唔講歷史，專心帶大家掃街，探訪元朗最具代表性嘅6間特色老店，每一間都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歷史，仲有香港旅遊發展局、香港品牌發展局、香港01等權威媒體背書。元朗唔單止係北部都會區核心，仲係香港傳統老店嘅保護區。百年餅家、創新甜品、非遺手藝、圍村菜館一應俱全。今日全部用真實史料9分鐘帶大家食盡元朗，買盡元朗，認識呢啲見證香港時代變遷嘅活化石。恒香老餅家1920年創立，香港老婆餅始祖，真實歷史背景。第一站必須係元朗大馬路嘅恒香老餅家。根據香港品牌發展局同橙新聞記載，恒香始創於1920年，最初係一間恒香酒家，由屏山鄧氏宗族同慈善家合資興建。開業初期就係元朗人飲茶擺酒嘅熱門地點，去到1970年代，恒香先至專注做中式餅食，成為香港首間引入老婆餅連鎖經營嘅餅家，仲被譽為香港餅王。當年連新馬師曾、吳楚帆、紅線女等粵劇名伶都係常客，可見地位超然。招牌產品鎮店老婆餅與蜂巢蛋卷，恒香嘅招牌當然係手做老婆餅。唔同於其他餅家，恒香堅持用傳統冬瓜蓉做餡，外皮酥到掉渣，內餡甜而不膩，入口即化。香港旅遊發展局仲將佢列為香港必買手信之首。另一款鎮店之寶係蜂巢蛋卷，用古法銅鍋慢火煎製，蛋香濃郁，咬落鬆脆，仲有陣陣牛油香，係好多元朗人嘅童年回憶。現況百年老店嘅創新之路，依家恒香元朗旗艦店仲係屹立喺青山公路64到66號地下，港鐵西鐵線元朗站 B 出口行2步就到。除咗傳統餅食，恒香仲開設糖餅工作坊，傳承非遺手藝，仲推出月餅、嫁女餅等新產品，做到立新不破舊。佳記甜品1985年創立，B 仔涼粉發源地。真實歷史背景，由常客發明嘅經典甜品。第二間要介紹嘅就係元朗人氣甜品店佳記甜品。根據香港01同中國民航報報道，佳記創立於1985年，最初只係一間默默無聞嘅糖水鋪，主打紅豆沙、芝麻糊等傳統糖水。而 B 仔涼粉嘅誕生，完全係一個美麗嘅意外。90年代，元朗一名綽號 B 仔嘅軍裝警員係熟客，有次休更時話想食特別啲嘅涼粉，老闆就用大缽盛住10幾種水果同涼粉俾佢，結果一試成名，慢慢變成佳記嘅招牌。招牌產品 B 仔涼粉同蒜香雞翼尖，佳記嘅 B 仔涼粉真係大件夾抵食，一大缽涼粉鋪滿西瓜、芒果、奇異果、菠蘿等10幾種新鮮水果，再淋上煉奶同蜜糖，清涼解暑。夏天食返一碗真係透心涼。好多人唔知佳記嘅蒜香雞翼尖啊都好出名，美食家蔡瀾生前就多次寫文推介，話佢蒜香夠濃，肉質軟腍，一食就停唔到口。連藝人鄭欣宜都係座上常客。現況元朗甜品代表，分店開遍港九。而家佳記甜品總店係元朗教育路，已經由街坊小鋪變成全港知名嘅甜品連鎖店，連旺角、銅鑼灣都有分店。但好多人都話
始終元朗總店嘅味道最正宗，因為呢度先有 B 仔當年嘅回憶。李鹽記花店近70年歷史，香港非遺花牌傳承者，真實歷史背景，全港僅存嘅巨型花牌老店。第3間要介紹嘅係一間唔賣鮮花嘅花店——李鹽記花店。根據中國新聞網同香港文匯報報道，李鹽記創立於1950年代，至今已經有近70年歷史，係目前全港僅存嘅幾間能夠製作巨型花牌嘅老店之一。花牌呢項手工技藝，2014年被香港特區政府納入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。而李鹽記嘅店主李翠蘭姐10幾歲就跟隨父親李錦鹽做花牌，至今已經入行半個多世紀，係香港花牌技藝嘅活字典。招牌產品巨型傳統花牌，見證香港喜慶。李鹽記嘅花牌唔簡單，最高可以做到10米高，用紙花、縣花、金紙等材料製成，上面仲有揮春、對聯，圖案多為龍鳳、牡丹等吉祥圖案，象指喜慶同祝福。無論係結婚、開業、廟會，元朗人都中意訂做李鹽記嘅花牌。蘭姐話，做一個巨型花牌需要3到5人一齊做3到5日，每一個細節都要手工完成，係真正嘅慢工出細活。現況堅守傳統，培育新一代手藝人。依家李鹽記位於元朗大橋街市附近。蘭姐雖然年紀大，但係仲堅持每日開鋪，仲免費教年輕人做花牌，希望將呢項非遺技藝傳承落去。有網友話，見到李鹽記嘅花牌，先知道香港仲有咁靚嘅傳統工藝啊！好到底。1946年創立，元朗蝦子撈麵之王，真實歷史背景，70年嚟堅持手工製麵。第4間要介紹嘅係元朗本地人私藏嘅美食好到底。根據《星島日報》同 YouFood 報道，好到底始創於1946年，至今已有70幾年歷史，係元朗最出名嘅蝦子撈麵店。好多本地人由細食到大。好，到底最堅持嘅就係手工製麵。每日凌晨3點，師傅就會起身搓麵、壓麵、切麵，確保每一斤麵都彈牙有咬勁，同機器麵完全唔一樣。老闆話，手工麵先有麵味，呢個堅持70年都冇變過。招牌產品蝦子撈麵與蝦子蘿蔔，好到底嘅蝦子撈麵真係食過翻尋味，彈牙嘅手工蛋麵，鋪滿金黃色嘅蝦子，再淋上特製醬油同香油，撈勻之後，每一斤麵都沾滿蝦子，鹹香十足，蝦味濃郁，簡直係人間美味。記得一定要點埋蝦子蘿蔔，蘿蔔煮得軟腍入味，吸晒蝦子同醬油嘅精華，清甜中帶住鹹香，同蝦子螺麵係絕配。好多食客都話缺一不可。現況元朗隱世美食，吸引遊客慕名而來。依家好到底，位於元朗建業街，鋪頭唔大，但每日都大排長龍，連外區遊客都專程過嚟食。老闆話，好多人話我哋嘅撈麵係元朗第一，其實我哋只係堅持做返舊時候嘅味道。大榮華酒樓70年歷史，圍村菜人間煙火，真實歷史背景。元朗圍村菜代表。第5間要介紹嘅係元朗圍村菜嘅代名詞大榮華酒樓。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同新假期週刊報道，大榮華開業超過70年，由食神梁文韜主理，主打味道濃郁鮮美嘅客家圍村菜，係元朗原居民擺酒
聚餐嘅首選地點。圍村菜源於元朗鄧氏、廖氏等大宗族，講究大件夾抵食，多用土豬、走地雞、新鮮農產品等食材，做法簡單但味道鮮美，係香港鄉土飲食文化嘅代表。招牌產品圍村五味雞、芋頭炆肉、盤菜，大榮華嘅招牌菜，每一樣都充滿圍村風味。圍村五味雞用走地雞製作，皮脆肉嫩，再淋上五味醬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，味道層次豐富。芋頭炆肉，芋頭吸晒五花肉嘅油香，軟糯入味。五花肉肥而不膩，係撈飯神器。圍村盤菜，每逢節日必點，將10幾種食材、蝦、蟹、燒肉、冬菇、發菜等層層疊起，醬汁步步高升，味道鮮香入味。現況傳承圍村飲食文化，吸引名人光顧。依家大榮華位於元朗屏山，除咗本地人，仲吸引好多名人光顧，包括周星馳、劉德華等。梁文韜話：大榮華唔單止係一間酒樓，仲係元朗圍村文化嘅博物館。希望將呢啲味道傳承落去。冠香行1984年創立，元朗燈籠街，真實歷史背景，39年老店，首扎燈籠熱點。最後一間要介紹嘅係元朗中秋節嘅打卡勝地冠香行。根據新假期週刊同南方都市報報道，冠香行創立於1984年，主要做香燭生意。每逢中秋節就會掛滿琳琅滿目嘅手紮燈籠，變成燈籠街，長達40米嘅小巷滿是燈籠，簡直係童話世界。招牌產品傳統手紮燈籠，款式多樣。冠香行嘅手紮燈籠全部由老闆娘細妹姐親手製作，有傳統嘅花燈、動物燈，仲有創新嘅南瓜車燈、金魚燈，每一個都精緻可愛，係小朋友最中意嘅中秋禮物。總括嚟講，元朗呢6間特色老店就係香港傳統文化嘅縮影，百年餅家嘅堅持，創新甜品嘅故事，非遺手藝嘅傳承，圍村美食嘅人情味，每一間都有屬於佢嘅獨特故事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呢集元朗老店巡禮，記得幫我 like 訂閱我頻道，開埋小鈴鐺，唔好錯過之後更多香港老店嘅拆解。大家亦都可以留言話我知，你最中意元朗邊間老店，定係想我講其他香港地區嘅特色店鋪？我哋下一條片再深入探討。